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一個關稅政策嘅流料引發美股急升再急跌，其中呢，標普500指數嘅市值喺23分鐘內蒸發咗2.5萬億嘅美元啊！個假消息啦就話特朗普考慮對部分國家暫停徵收90日嘅關稅，所以三大指數呢就抬升啦。今次呢個過山車行情其實表露咗市場對關稅戰呢個好敏感啦。同埋呢個關稅政策對全球經濟造成個衝擊真係好大，咁好多華爾街嘅大佬呢都唔再睇好美國經濟啦。已經前聯儲局主席啦就話滯脹已經係美國最好嘅情況啦。高盛呢又再提高美國衰退嘅概率，由35%去到45%。咁啊，貝萊德 CEO 呢就可能話呢一個係一個撈底機會啦，但係都有機會再跌20%。哇！真係多謝佢啊！又話可以撈底，但係又話會有機會再跌20%。咁到底仲係未撈底呢？定係拗底呢？要咁發仔呢，喺呢個美股過山車嘅行情睇到一樣嘢，就係股市嘅功能。股票呢，其實呢喺個原價啦，跟住急升急跌，咁一定有人係賺錢，有人係蝕錢嘅。咁但係可以肯定嘅呢，就係蝕嘅係多過賺嘅。咁因為無論你係沽空又好啦，買正股都好。普通人呢，好容易坐唔住止蝕。嗱，咁蝕咗嘅錢去咗邊呢？咁其中一個功能呢，其實就係消滅我哋普通人嘅財富咯。咁你相比起大戶啦，我哋可以諗下，普通人其實真係一個弱勢啦。我哋就要考慮先點樣求存，再諗下點樣去賺錢咯。否則大戶呢一出招，咁我哋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啦、財富啦，好容易俾佢一下就攬走咗。係啦，即係好似琴日啦，美股又好啦，港股都好啦，一夜跌3000點，可能你就俾人攬走咗啦。即係港股。好，咁點解發仔一直都話啦？你有冇一套長期穩定嘅獲利策略？如果你係冇嘅，真係唔好亂入市，因為你好容易呢就會入咗個局入邊咯。即係話升幾多跌幾多，其實我哋真係控制唔到。有咩新聞出現，你都預計唔到嘅。就好似琴日就有人話擺烏龍喎，假新聞嚟嘅喎，原來係暫停收90日關稅呢。人哋白宮都澄清咗係冇呢一件事啦，所以真係冇人會知之後會出咩新聞啦。咁個股市呢，亦都係喺一日內呢就反彈完成啦，仲要收市倒跌。咁無論你係博反彈定係沽空股市呢，咁好多人都係因為呢個行情都蝕咗好多錢。咁我發仔應對呢一個嘅行情呢，其實一早呢有個方法講好咗啦。咁我之前有條片呢講 Tesla 噶嘛，其實已經講好晒買入價，即係250、200同埋150，再分住慢慢買啦。咁其實我1個月之前已經計劃好呢一個買入價噶啦，咁去擺位就得噶啦，即係好似咁樣啦。佢一跌到落去個 range 啦，券商就會幫你自動買入呢一個 Tesla。咁呢一個嘅交易行為呢，其實就係 outsource 啦，外判咗俾券商 app 去幫我做啦。所以一到夜晚美股開市嘅時候，無論佢個行情係點樣行，咁我都可以好安心咁樣瞓覺，因為個券商 app 呢就會幫我去買入股票。係啦，咁或者你唔去瞓覺去超下都得嘅，咁你就唔需要擔心自己會 miss 咗個機會啦。咁因為其實依家加上目前美股呢個情況呢，你普通人啦，包括我啦，其實 trade 得多係咪代表賺得多呢？係啦，呢一個大家都心照啦。咁好似呢，我發仔上條片咁講啦，標普500指數啦，其實跌到去4917點啦，咁就可以買入 SPY， 咁都係由券商幫我去完成，連開個 app 都唔使嘅。咁所以呢，你係需要擁有一個經得起風浪嘅投資策略，咁你先至可以喺呢個跌市入邊生存、撈貨、儲貨同埋賺錢。咁仲要好輕鬆去完成呢個過程喎。咁呢個咪就係自由咯，賺到錢再加賺到自由，咁呢個先係財務自由嚟噶嘛。咁 Tesla 已經再提咗大家要點樣去買噶啦。咁 SPY 亦都上一條片講咗啦。咁去到今日啦，我都想分享第3隻股票。咁但係呢隻股票呢係相對比較細價嘅傳統股啦。咁美股呢代號呢就係 DLTR Dollar Tree 啊，中文呢就叫做錢樹商店。咁你就當佢係一個折扣商店啦。佢嘅業務呢就係賣一啲好平嘅日用品，即係好似香港啊或者日本嗰啲10蚊店。
咁其中一隻所謂嘅關稅受害股嚟嘅。不過你會見到呢，自從4月2號啦就宣布對等關稅之後，佢嘅股價走勢睇落去，喂，就唔多似係受害股咯。嗱，點解佢係受害股呢？咁啲人呢就覺得一旦徵收關稅啦，咁即係要加價啦啲商品。咁呢個 Dollar Tree 嗰班客呢，其實大多數都係比較草根階層啊。咁佢哋會對價格呢都幾敏感啊。即係話你加價又或者減價呢，都會令到個 sales 啦，個銷售額呢影響好大，繼而就會影響佢個利潤率啦、賺錢能力，最尾就會業績受影響。咁點解發仔會買呢？你當我做研究又好啦，點都好啦，因為我係覺得股票啦，始終都係 Big Boss 嘅另外一個 product 嚟嘅啫。即係話佢可以靠經營10蚊店去賺錢，亦都可以靠發行股票賣俾公眾去集資又或者賺錢啦。咁你見到佢自1986年成立以來啦，佢嘅股價走勢都係非常靚仔喎。經歷咗好多次嘅金融災難啦，依然都係屹立不倒啊，長升長有。呢個老細喺未來10年呢都會想繼續玩落去嘅。咁所以呢，你可以當係睇場戲啦，即係撳個 subscribe 掣睇下發仔最尾個結局係點。嗱，咁所以呢，我都要即係重新利申多一次先，大家千祈唔好跟我去買股票啊，要自己負責翻自己嘅投資行為。因為發仔每次買股票只不過係用散紙去買嘅啫。咁呢隻股票呢，發仔已經買咗噶嘞噃。咁個買入價呢，就係呢一度62.03仙啊。咁有緣分呢，再出一條片去講下發仔會點樣玩呢一隻股票。好啦，咁最後再總結一下，如果你想賺錢啦，賺埋自由，咁你一定要有一套長期穩定嘅獲利方法。咁呢一個方法你係需要 outsource 出去嘅，即係話你係可以去將佢拆分每一個步驟外判出去俾其他人幫你去做，又或者券商 app 幫你去執行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喺今次嘅跌市入邊呢都賺到啲嘢啦，係啦，賺錢又好啦，賺經驗都好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